เสียงหรอก
哦，快12点了，吃饭时间了。讲朱伟秀，哦，北港条田宫100岁，朱伟秀是迄个福兴宫，朱寿秀参加过，去高雄又来过，朱寿秀大家镇南宫，不错啦。大家镇南宫呢，大家镇南宫。啊，叫你开包，你看啦。去关水头啦，龙泉高雄，去高水，大龙秀莲球好这边。TV 秀、上帝秀色、天王秀，刚才6点我哋到太阳宫前，停停。咩啦？一包落去，我跟我带落去，一包落去。上帝秀，我这在有比较配呀，然后给我天王秀现在们公园大片，TV 秀，下一个就是食材。没有，就按一包落去啦。水官秀、天庭秀、天机秀、天官秀、玉皇秀。新太子宫的镇天宫，今年上帝宫，女儿大天，今年镇南边，我讲盐水河边宫，妈祖庙，今年延边过来个地保吼，工业国庙现公帝王手，12万人，地关秀，来咱市议员刘美山，地关秀啊，地关秀，北个太关秀，好也秀，第2个福州在新庙呢，大陆来的他们，老秀，南道青棍秀，北道青棍秀。新庄头文昌地本秀，南庄宫武兴宫，这正新秀，探究好安宫福州正新，旧新娘娘秀，普罗在新秀。